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最近因为厝内足侪人酷扫，才阁有机会看到细汉的时阵咧食的菱角散。我无去查，唔知影原来菱角散已经得要200岁啊！伫台湾的时间至少冇超过100档。菱角散是安怎号做菱角散？伫台湾阁是安怎会遮尔时行？你敢知影即马菱角散冇做秘鲁？今日我来讲菱角散。这项产品伫市面上会当卖超过100档，拢无互人淘汰去。我认为是足厉害的。菱角散伫台湾的时行，甲食品政策、甲台湾现代化这个过程拢有关系。毋过要讲这进前，我先来讲菱角散安怎来的。有一阵啊，台湾真时行去日本买便药啊，内底都有一项是菱角散。菱角散是为日本东北的阿基塔秋田遐来的。伫1857年的时阵，阿基塔这个所在的藩主，伊的气管有问题，时常咧破病。迄时专门咧负责这个藩主的健康，这个医生就是当地富裕丁井家族内底人。这个丁井医生，伊的第一代是学汉语的，毋过伊的后生因第2代就去到Nagasaki遐。迄时日本吸收上侪外国文化的所在，学西医。这个人一回来，就开发出新的药方来治疗因的藩主的病。伊也佮甲药啊磨做粉，嘛甲伊号做菱角散。这个药方一直传落来，变做因的祖传秘方。因为是迄当阵藩主的医生开发出来的药啊，所以足贵的，也嘛干那武士这个阶层的人才买得到。而且是一束啊菱角散，就会当换几若斗米。后来日本的制度改变，无够藩主啊，这个家族就规定人带来到江户，就是即卖的东京这个所在。伫1871年的时阵开店，开始卖菱角散。这已经是因的第3代啊。后来1893年的时阵，因的子孙佮甲开发出来的菱角散磨佮好较油。这项功夫甲药粉磨甲足油的技术，伫迄当阵是算足先进的，真罕得看。所以菱角散算是足古早的药啊。就像咱细汉应该嘛有人甲我小刚捌食过仁丹，也是中将汤。这2项药啊嘛为日本来的。毋过拢无像菱角散的历史遮尔久长。是安怎菱角散会号做菱角散？敢真正有菱的角？其实无菱这款动物，所以也无可能有菱的角。听讲会号做这个名，是因为早期这个药的成分内底有龙骨、鹿角甲龙脑，所以甲号做菱角散。这3项是啥物？叫做龙骨的药材。就是甲足古早大型动物的化石磨做粉，若鹿角是较接听到鹿仔的角兄做角伊存落来会恢复。龙的脑嘛号做龙脑芳，嘛有人甲号做冰片。这是一种树啊伊流出来的磷佮提炼结晶。也若是按照药的效果来看，除了上尾啊这项龙脑伊有治牙后的痒这个功能以外，龙骨甲鹿角其实拢毋是咧治嗽治感冒的。所以这阵菱角散嘛毋是遮的物件做的啊。即马阿爸顶头写的主要有4种成分：结晶、烷基、杏仁
甲甘草，这4项拢是治嗽化痰的药草啊。毋过龙角散这个名就一直留落来到即马。咱即马毋知影啥物时阵龙角散才传入来到台湾。毋过会当确定的是，伫日本时代1910年迄当阵的台湾日日新报都有龙角散的广告啊。所以印度迄当阵就进口袂少龙角散。龙角散的事件甲迄当阵台湾传染病的事件，嘛甲日本人的食品政策、公共卫生的政策拢有关系。伫1918年，全世界咧调查，因为迄当阵即个病互足侪人死去。台湾小港嘛袂少人死亡，无论是北部也是南部的大城市，拢足侪人破病。日本政府除了叫大家毋通伤接出门去人侪所在以外，因嘛真正捌宣布停课，甲即阵小工，因为伫学校内底足侪囡仔拢破病啊。迄当阵调查主要的流感是有细菌的问题，所以龙角散趁迄个时阵一直广告，一面讲会当治嗽化痰，一面佫讲龙角散若是大人会使食，囡仔嘛会使食。后来台湾佫时行肺痨，嘛有足侪龙角散的广告，就针对即个肺痨讲着爱食治哪喉痛、治气管的龙角散。因为迄时大家对着这着肺痨拢足惊的，所以龙角散的生意变足好。老实讲，龙角散是无治疗的效果，因为流感也是肺痨的病毒，拢无可能是食龙角散就会当解决。毋过食龙角散会较快活。后来龙角散的广告，伊强调的毋是会当治病，是伊有预防的作用，就是你还未得病进前，平常时就爱食，而且是大人囡仔、查甫查某，逐工拢会使食的药啊。迄当阵民众会接受即款讲法，是甲日本时代伊推崇的健康卫生观念是有关系的。迄时的教育已经是咧教讲，预防是比治疗佫较有效、佫较重要，所以拢是咧宣传安怎会当预防破病。总督府伊迄时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台湾，特别是透过科学性的医疗甲公共卫生来改变台湾人的生活习惯。龙角散会使预防感冒，会使治嗽，即款讲法嘛，互即项药啊卖了足好。龙角散卖甲战后生意拢抑阁足好，是甲伊的做法甲外表嘛有关系。真正讲起来，伊是汉药，毋过甲传统的汉药佫无相共。伊毋是用纸的，伊是药粉，若看起来较卫生，而且加足方便。敢若即点就赢足侪传统的汉药啊。当然，龙角散的广告拢真着时，有传染病事件的时阵，就做宣传。伫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阵，龙角散的广告就讲，即项是兵仔要去甲人相战，拢就爱准备的药啊，会当保护因的身体健康。而且，若拄着战争的时阵，家家户户拢就爱准备好龙角散即款便药啊。其实龙角散伫日本时代，毋是家家户户拢买得起的，就爱中产阶层的人才食会着。咱即摆若看黄王成的日记，就会当读到伊长期是拢咧嗽咧感冒，伊就食袂少龙角散。迄时伊是中学的教师，伊买会起。毋过即项物件嘛毋是遐尼俗，所以有人佫会甲龙角散当做礼物送互亲戚朋友。龙角散是安怎拢无人甲伊竞争。进前伫292集咧讲假药包的时阵，捌讲到日本时代虽然一直推崇西医，毋过所有做药的技术拢留伫日本。伫台湾是无人来开半间药厂，要用的药啊，拢是为日本进口。连药剂师即款人才的培养
嘛足少的。所以为日本来的朋友啊，是迄当阵一寡地方神师有受过教育的人会信任的药啊，震惊了台湾菱角散的市场也是足好，也嘛因为震惊甲日本的贸易减少。1960年代、1970年代，台湾的报纸上接甲菱角散有关系的新闻有2款，一款就是咧写讲菱角散佫起价啊，也另外一款就是佫掠着仿的假菱角散。台湾真正有代理进口的公司是1966年才有的。卖百外档的菱角散嘛毋是一直生意拢足好的。伫日本的菱角散这间公司赚上侪钱的时阵是1970年代，迄时附近的国家菱角散嘛拢销了足好，包括台湾。毋过后来医学的进步，新的药啊是直直出来，佮加上日本健保的制度的改变，菱角散这款传统的药啊，伊的定位就无同啊，生意哪来哪歹。一直到1995年的时阵，菱角散这间公司就变做负债累累。伊当阵的少年头家是做足侪改变的。第一项就是改变菱角散是药啊，这间公司是药品公司这种观念。因开始针对安怎保护牙后开发出新的产品，所以因做菱角散的糖啊。因嘛发现老大人咧食物件的时阵足歹吞的。所以就甲菱角散做像果冻、布丁之类，会当挖起来直接食。这款食了，佫会当保养牙后，嘛会当治扫。除了做互老人食，后来伊嘛有做互囡仔食，就是毋免配滚水，就会当食会落的菱角散。也佫有就是传统包装，用细支糖丝啊卡这药粉起来食，足无方便的。所以后来因就做细包药包啊，一包一包。即阵因要开发出菱角散的秘鲁。菱角散的产品有真侪改变，也嘛有一直拢无变的。一个就是伊的铁盒仔，这是大家认菱角散上主要的方式。所以这个铁盒仔的包装嘛上百档啊，伊改变的是小可迄个设计尔，甲英国拢相共，到今也个伫咧。也佫有另外一项，就是菱角散这3字。这个商标，伊的字体写法甲设计，自头到尾拢无改变过，甲古早拢相共。我是真久才搁食到菱角散，有影食起来甲英国是相共的。毋过即马若要搁试，我想菱角散的味道应该是足趣味的。我今日先讲到这。进前有听友讲，伊要讨旧的电子报，我一直咧想讲，我就要做一个网站来放这物件。即马网站已经做好啊，只是做 Podcast 这5档来所摄集的资料比我想的加足多，要拢整理放伫线顶是一大工程，所以我大约是甲捌做过一寡物件放起哩。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网站的连结，请大家去看。然后写毋对有需要修改，也是有啥物建议，拢请社配甲我讲。这个月电子报嘛已经寄出去啊。顶礼拜介绍的爱母语毋是爱选举的文字稿嘛放伫内底，互大家会当哪看哪听。大家若是有想要听的主题，也是建议，拢欢迎社配来甲我讲。嘛请追踪这个节目，订电子报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赞助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嘛有连啊。真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